Hello， 各位藏家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珍稀拍賣嘅宣傳大使嘉琪，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啦！大家準備好未？珍稀拍賣第13期網上限時競拍已經閃亮開啟，今次我哋搜羅咗好多市面難求嘅心頭好，提提大家，1月12號下晝2點就開始預先出價，而正式嘅限時拍賣會喺1月31號下晝2點火熱開拍。今日嘉琪就帶大家睇下今期有乜嘢重點必爭嘅心水拍品，由鈔票睇到錢幣，大家記得攞定筆記落嚟啦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幾張非常有故事嘅香港同澳門鈔票。拍品3403，呢張係1992年嘅大西洋銀行100元。點解咁特別？因為佢係 DS00001 號首號鈔票，加上 PMG 65 EPQ 嘅高分，起拍價只係港幣2500蚊。呢一種頭籌號碼絕對係實力嘅象徵。拍品3408，呢張係1947年匯豐銀行嘅100元樣票，樣票本身就少，呢個品種更加係極之罕見。PMG 63分，起拍價係港幣2萬蚊。拍品3409，同樣係匯豐樣票，呢一張係1989年嘅1000元金牛64 EPQ 佳品，起拍價港幣8000蚊，係收藏大面額樣票嘅入門好選擇。拍品3410，中意玩號碼嘅朋友注意，呢一張2010年渣打100元，號碼係 AA765432，即係俗稱嘅賭石。PMG 67 EPQ 超高評分，起拍價只係港幣800蚊，好吸引。拍品3436，呢一張係1927年匯豐100元大勝書，最珍貴之處係佢係頭版手簽，雖然評分係30分，但品相依然完好，非常有歷史厚度。起拍價港幣18000蚊。跟住我哋睇下中國相關嘅鈔票。拍品3458，民國3年交通銀行5元，呢兩枚係廈門地名，極之少見，仲要兩張唔同色，其中一張背面仲有罕見嘅中文簽署，一套兩張，起拍價只係港幣400蚊 ，CP 值極高。拍品3469，呢一張1917年廣東銀行10元樣票真係好靚。PMG 65 EPQ 正面印有上海公共租界外灘，背面係清末香港維多利亞港，一張鈔票睇晒兩大金融中心嘅舊貌，起拍價港幣15000蚊。拍品3471， 1924年上海有利銀行1元，係收藏界公認嘅稀有品種，55分，品相非常端正好睇，起拍價港幣6000蚊。最後介紹一張特別嘢。拍品3513，20世紀初英國印刷商 Bradbury Wilkinson 嘅宣傳鈔，呢啲係印刷廠用嚟酥肌肉嘅作品，設計極之精美，起拍價港幣500蚊。睇完鈔票，我哋轉場睇下錢幣。拍品3528，四川省做盧比，特別在於佢係有領直花版本，仲帶住一張代表吉利嘅紅紙，非常有特色。公博評級真品，起拍價只需港幣300蚊。呢個部分係今次嘅重頭戲，每一枚都係大開門嘅精品。拍品3517，老江南省做光水元寶2/7，一角呢枚係無紀年版本，屬於稀品，公博評級 VF30，起拍價港幣2000蚊。拍品3519，江南省做甲辰，1904年7前2分，呢一枚 NGC MS62，品相非常之好，銀光充足，起拍價港幣15000蚊。拍品3521，湖北省做光水元寶7前2分，呢一枚我個人非常推介，評分同樣係 NGC MS62，但佢嗰種銀光樣樣嘅感覺真係極美，起拍價港幣18000蚊。嘉琪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每一件拍品背後都承載住一段故事，錯過咗呢次，可能又要等好耐先再遇到心頭好。如果你想親手感受呢啲真品嘅魅力，歡迎嚟到我哋中環永吉街成利商業大廈9樓嘅辦公室參觀。有任何問題，隨時打俾我哋或者發電郵都得。想知道更多拍品細節同埋睇大圖，請即刻點擊本公司連結，鎖定你嘅目標。我係嘉琪，祝大家競投成功，我哋拍賣場見。